一、打招呼及自我介紹。一、同學，林老師，各位同學早晨。二、老師，某某，同學名字同學，請你簡單介紹自己。三、同學，我是張小明，我今年7歲，我讀一甲班，升讀1年級後，我會自己起，專心上課。方康用心寫字，方康自己做功課，方康自己整理書包。一、老師叫某某同學名字，圖片中的小動物在做什麼？請你用完整句子說出來。二、示例，假設選小鳥和小魚，小鳥飛，小魚游，小豬看書，小貓唱歌。結尾對話。一、老師，好，謝謝某某，同學名字同學，說話評估完結，再見。林老師再見。